總區高級警司刑事姚永勤先生，有請姚 Sir。好，各位市民、各位傳媒早晨啊！我係新界南總區刑事部高級警司姚永勤。嗱，今朝早咧，我想咧為大家咧就住一宗咧藏有攻擊性武器同埋意圖傷人嘅案件咧作出一個簡報嘅。喺今日，即係2026年3月21日凌晨時分，大概咧係12點17分左右，警方咧收到第一個舉報，有市民咧見到一名男子，佢嘅衣着怪異，行為異常，佢喺荃灣嘅地鐵站一帶咧徘徊，手上咧持有一啲攻擊性武器，似乎係一啲利刀、鐵枝之類嘅物品喺上址咧遊蕩。警方收到接報之後咧，馬上去到現場咧係搜尋呢一名人士，可惜咧係並無發現嘅。去到同一日嘅凌晨時分，12點44分左右，警方收到另外一個舉報，市民亦都見到上述所講嘅男子喺葵涌嘅昌榮路一帶出現，亦都係手持一啲攻擊性武器喺路上邊呢係胡亂行走。警方亦都嘗試去到市民所講嘅位置去揾呢名男士，但係呢亦都係冇發現嘅。去到同一日嘅凌晨1點鐘左右，我哋收到數名嘅駕駛人士嘅舉報，指出咧喺呢個青山公路葵涌段，即係各位身後嘅位置，有一名男子，亦都係頭先上述嗰名男子，手持兩個武器，好似一把刀同埋一個鐵枝嘅物體，喺馬路上邊胡亂行走，亦都向駛過嘅私家車喺度揮舞。警方接報之後，我哋新界南衝鋒隊嘅同事馬上去到呢個現場。喺現場嘅搜索期間，呢名嘅男子呢係突然間喺草叢裏邊跳出嚟，亦都拎住佢嘅身上嘅武器呢係衝向我哋嘅衝鋒隊嘅探員嘅警員嘅方向。我哋嘅同事呢馬上呢係向佢作出一個口頭嘅警告。喺警告無效之後呢，有同事呢係向佢嘅面部噴射一劑嘅胡椒噴劑。